螺式蹬腿機，呢部機針對每個人唔同嘅身形調節座位同活動範圍，而且會針對每個人嘅情況建議唔同嘅訓練強度。主要訓練肌肉係臀大肌同埋股四頭肌，亦都對糖尿病同高血壓嘅治療同預防係有幫助。起始姿勢，臀部緊貼後方軟墊，背部貼緊靠背，雙腳平放在踏板上，膝蓋與腳腕保持垂直，雙腿分開至肩闊度，雙手緊握扶手，用腿部力量推動踏板，使其移動，切忌推到最大幅度，膝頭仍然保持微曲，不會鎖死。在最後點保持短暫停留，會感受到大腿同臀部肌肉嘅收縮，慢慢回到起始位置，腿部肌肉保持收縮，以免受傷。睇完片嘅你係咪都想健康啲、病少啲、開心啲？咁就要嚟屯門地區康健中心啦！